己，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称赞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新生活记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过去的事，将来的事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计划，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。哦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活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活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称赞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
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过去的事，将来的事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。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计划，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。哦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献上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。기도 강세 지시 보수하리 기쇠이 비려 지좌로 지면 인주 대高主面前主万海你手来看心海困你的变寒波苏卡基你出来你
律最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若个星象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，伫什么所在？阮就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。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因讲：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？因应讲：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：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的城市中，毋是上美势的，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，主的因光四面甲因照，因就非常惊吓。天使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别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会看到一个婴仔，用布包
地倒伫做呢？这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：愿因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伊赐和平，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因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无事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灵君。点到第1集垃圾，这是有言的垃圾，提醒咱济年以来，咱人类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。而且期待上帝国度会当建立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5首。俄罗代笔的互下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叫
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的天父，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伫你的面前。本主日是大降节的第一周，毋望的主日，求你开阮的心，互阮重新得到为你来毋望甲光明。主啊，伫即段听候主诞生的节期，求你更新阮的心神，互阮每一个人行伫个毋望中，无论生活有艰苦，工课有压力，心内有忧闷，拢知影你的恩典够用。若阮的关系中有伤心、有破碎、有误会，求你亲手用大气力的手来医治，互阮伫主的疼内底好好，重新有毋望，也互阮伫每一个所在诚做和平的使者。主啊，求你祝福阮的教会，伫大降节的脚步中，搁较会当体会基督伫要临到的荣光。求你，互阮教会诚做社区内一拍温柔的灯，互孤单的人得到陪伴，忧闷的人得到安慰，受苦的人得到快乐。主啊，阮的国家需要你的毋望，求你赐智慧，互执政者，互因追求公义甲和平，无为着家己看见百姓的需要。求你怜悯所受压力的家庭。经济困苦的人，孤苦无依偎的老人，心神受伤的少年，伫黑暗中呼求你的人，求你的光照因，互因看见毋望；伫困境中丢拄的人，互因感受到你的扶持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愿你的恩典充满，愿阮的性命、阮的教会、阮的国家甲世界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启应，伫信息后面启应文第23篇。就是诗篇96篇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得对上主唱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学落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，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，因为上主至大。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。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。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，关联甲阳光充满伊的圣所。地就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荣耀甲关联归乎伊。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，着带祭物进入伊的殿院，着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全地着伫伊的面前行行皮皮喘。这些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，世界坚固袂动摇。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，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海甲地内面的活物拢着出大声，田园甲其中的拢着快乐，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伊的面前欢喜唱歌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来审判普天的，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。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。所要吟的诗是夜半歌声歌。无奈荣耀歌声。
世举身负向尘寰，依然手握亲情，地上平安人曾有一天使特殊奇恩。当万世皆沉寂之中，倾听天使歌声，直到如今依旧天开，天使依旧来临，天使依旧唤奏天乐，乘着笔发成音，依旧欣然展开天意，俯视愁苦君生。短旁嘈杂群音之上，人闻天使歌声。世界万劫劳苦军中，负担重压身心，人群情患难若登山，步步辛苦万分。当知所望黄金时代，不久便要来临。崎岖道上清晰辨识，倾听天使歌声。因为岁月周行不息，顺势激起前进。黄金时代一定来临，先知早已说明。道是新天新地，神灵共戴和平之君。普天之下齐声咒音，今日天使歌声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1章第4节到第11节。尼希米记第1章第4节到第11节。我听见这个话，就坐落来，啼哭哀伤几若日，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谢祈祷讲：上主，伫天顶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啊！你对遐个听你、遵守你诫命的人，守约施仁爱，恳求你压耳孔听，开目睭看，听你的仆人即阵为着以色列人每日伫你面前的祈祷，令阮以色列人反背你的罪。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，愿阮恶意反抗你，无遵守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求你会记得你对你仆人摩西应允的话，讲：恁若对我无忠实，我就要将恁分散去列国。毋过恁若归向我，遵行我的诫命，恁就是受赶散去天边海角。我嘛要对遐甲恁组织我来，带恁到我所竞选，互人敬拜我的所在。因是你的仆人，你的子民，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的手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压耳孔听你的仆人，甲遐个意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。阁求你，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，对王得到恩典。迄时，我做王的酒政。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起来起坐。起来祈祷，请人同心来祈祷。主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带领阮经过一年的时间，
也感谢你，互阮进入到伫大降节的即个节期的中间，阮毋是只有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阮是搁较期待耶稣基督对天的降临。愿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过来的即个旨意，是上帝你的安排，互阮当伫世间过敬信敬畏的日子，通来荣耀主，也求主你的话，搁一摆进入阮逐人的心内，互阮听通明白，互阮所做会当来荣耀你的圣尊名。安尼祈祷甲恳求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进入大降节，咱点到的第一期腊节，是代表期待，代表盼望。大降节毋是等待耶稣降生，是等待耶稣安怎降临。大降节不是耶稣降生，是耶稣从天降临。所以咱每一年要过这个大降节，毋是要期待一个马槽，毋是要期待耶稣搁对婴仔搁重新搁来。咱要期待的是耶稣对天过来的时，咱要诚做伊所紧调，诚做伊所学乐，称赞忠心的乐卜。所以咱伫大降节的时期，就是咱着爱来谦卑，爱来反省。咱伫做面前是毋是有做所下伊旨意？伫做面前是毋是照伊的道理来行？伫最近有2摆伫遮来甲咱分享牧师要来参加即个1919的即个单车环岛甲募款也感谢主伫顶礼拜已经达成即个10万块的即个目标已经来甚至佫超过所以也感谢咱真侪有59个包括我的亲人朋友，甲咱教会兄弟姊妹甚至佫有国小同学，因来做伙来参与伫即个募款的即个过程当中，也会当来帮助遮的急难家庭。总是这拢总的即个募款的金额，已经超过1000万，已经超过1000万啦。所以有1500个兄弟，全台湾的社会做伙来参与。其实1919，伫即个社会做即个急难救助，做了非常的受肯定因为因的财务，包括因的服务，包括因所做遮的事工，真得到人的肯定。所以包括伫过去，即个风台，光复的即个风灾、水灾。拢总共伫咱的政府收到8亿的即个捐款1919就收到8000万的捐款甚至因伫后礼拜要去光复乡，要将这个捐款要来分予2500个这个住户所以这是一个大工程总是伫今年的即个环岛是对12月20。拢总徛15天，然后要徛1500公里，经过台湾有东西南北4个极点拢是灯塔，北边是东边，北边是富贵角，东边是三貂岭，南边是鹅銮鼻，西边是国盛灯塔。然后嘛要经过2025年4月有入来台湾的即个风台的灾区包括7月是伫即个新营，8月是伫即个太麻里。9月就是即个花莲的光复，甲11月伫即个苏澳，这4个台风，人也有印象无？这4个风台，嘛是造成遮个地区所产生遮个影响，所以即个除了徛铁马去环台，嘛爱做遮个甚至佫有几个所在还在重建当中，嘛去送遮个物资，甚至嘛去甲因斗精力，有诶斗镇厝镇等等遮个。总是通过遮个服务，就是互来唤起咱的社会，甲咱的侪兄弟姊妹，等咱徛起伫即个真安稳的所在时阵，咱原来会当通过咱的手头所做溃烂，会当来帮助伫遮患难中间有需要的人。所以救助协会伊的即个标语叫做“与哀哭的人同怎样？爱与喜乐的人呢？同喜乐。”所以，当别人在悲伤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帮助伊？顶礼拜咱讲到以斯拉，伊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互伊所做拢当亨通有王的稳准，因为伊精通圣经。伊安怎精通圣经？有4项要精通，就是爱研究上帝的话，然后爱实行上帝的话，过来就是安怎教导上帝的话所以咱做伙来讲一个精通上帝的话。
研究上帝的话，教导上帝的话，实行上帝的话。所以以斯拉通过伊对圣经的认真查考甲研究，互伊会当凡事拢得到亨通，亲像伊家己伫诗篇第1篇所写的，亲像一丛树安怎，栽伫溪水边，鸟是安怎，结果子，叶也袂安怎孤单，一切所做拢当亨通，拢得到上帝祝福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以斯拉伊的即个后尾接手的，会当讲就是尼希米啊。以斯拉伊是摕圣经的册卷、书卷来教导，但是尼希米呢，咱伫正边即张图，伊嘛看伊手中摕一个图啊，这是啥物图呢？起造的即个建筑的建筑图啊，建筑的即个图即个尼希米伊是要来修建即个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所罗巴伯是第一批转来，到80年了后，以斯拉第2批转来，到经过12年到13年以后，到尼希米的时阵，即个耶路撒冷虽然有圣殿，但是呢，因伫迄个所在，互人真怨愤，互人苦毒，所以甚至因的城墙拢去用拆毁啊。所以直到因伫内底去住的时阵，无平安嘛无安全啊。我要来请问咱大家啊，咱伫厝内底拢有伫斗拼厝内，请举手一下。你有伫拼厝内？你有伫拼厝内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来手请放。你无举手的人，请举手。唔敢举手啊！一个厝，若无去拼，即个厝会愈来愈清气，还是愈来愈垃圾？啊，为什么有人无举手，伊无拼厝内，伊阁住会落去？有人拼因为有人拼当然这是真侪你足幸福的，有人替你拼厝内。但是你若无人拼安怎？即个厝检查你家己也无拼，即个厝就愈来愈垃圾。即间厝内底若无起造的人，安尼剩的人就是安怎？在破坏的人。一个厝你若无来举扫帚，你若无来举即个倒布，你无来好好来留即个涂骹，你伫即个厝内底伫遮咧生活咧徛起，就是咧制造即个混乱，咧制造遮个垃圾，甲遮个粪扫的人。我看真侪人咧偷笑，啥物人咧偷笑？因兜的遮其他人就是无咧拼厝内的人我相信你有咧拼厝内，你的厝就会愈来愈整齐。同款，若是一间教会内底，若无遮个起造的人，安尼其他人拢咧做啥物？就是咧破坏的人。所以主的奴仆起造主的殿，主的对敌破坏主的殿。请大家来讲一解：主的奴仆起造主的殿，主的对敌破坏主的殿。伫厝内底是安尼，伫教会嘛是安尼。如果你感觉你伫教会拢无做啥物起造，无啥物贡献，无啥物服侍，安尼请问你伫教会是咧起造，还是咧破坏？虽然毋是真正的破坏，但是你咧制造遮个负担。安尼讲，安尼我拢莫去教会，拢袂负担。安尼嘛是咧破坏。因为伫教会中间，要起造就是爱大家安怎？做伙来起造，咱看到尼希米伫迄个时代，等来到伫耶路撒冷敬拜时阵，总是伊拄着遮个外国人、荷伦人，阁有遮个阿文人，阁有遮个阿拉伯的人，因拢看到遮个人等来咧起造的时阵，就甲因安怎踢笑，阁甲因看轻，甚至呢，阁甲因冠上罪名，讲恁伫遮乌白来，恁是要背叛王吗？你伫即个所在咧敬拜天顶的上帝，敢讲你无来顺服即个地上保守的皇帝、保守的王吗？尼希米伫遐受到人的看轻，受到人的踢笑，但是伊讲一句话就有价值的。你知伊讲啥物无？咱做伙来读20节。尼希米，我应因讲，天顶的上帝，伊要互阮兴起，阮做伊的奴仆下。要起来起造，总是恁伫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名义。尼希米伊真清楚，
伊伫即个所在，人家看清恁到底是遮咧务什么代志，伫遮咧做什么代志。但是尼希米伊真清楚，因为以斯拉有教导因圣经，因所做遮的起作是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甚至是做上帝的奴仆，是要来起作主的殿。所以因要爱尽心尽力去来起作。但是无起作的人，伫遐踢笑的，伫遐咧看轻的，因伫耶路撒冷无啥物，无分，无啥物，无权，阁无啥物，无名字，无份无权无纪念，捌听过无？啥物是份？啥物是权？啥物是名字呢？到底尼希米伊要起作的是啥物呢？尼希米统计伊家己所努力的目标。统计伊家己所做遮的起作，互咱当来学习，安怎对尼希米的骹步为主来起作，是一个对立无法度攻破的城墙。即个城墙是当保护住伫即内底的人，袂受到外面的破坏，袂受到外口的看轻，嘛袂受到外口的踢笑。有3点，头一点。就是爱建立主囝儿的身份，好，请咱做伙来讲一解建立主囝儿的身份。咱若要起造教会，要起造信用，头一个爱起造的，就是咱是主的囝儿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既若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伊就享受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咱若接纳耶稣道成肉体，上帝予伊对马槽来出世，甚至咱嘛接纳伊对死搁活定时日嘅上天坐伫上帝正边。咱嘛接纳耶稣要搁对天降临，要搁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安尼信的人，上帝就享受因有权成做上帝什么囝儿。你知影你是上帝囝儿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我相信，为什么你会当举手？因为你是通过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甲信用。总是咱要起造，安怎起造做主囝儿，亲像尼希米共款的城墙。有3个代志，我相信咱一定爱注意。你做咱举手，咱是耶稣基督的囝儿，这3项咱都爱做。头一个就是爱对主所生，第2个爱照主的形象。第3个就是爱生团做做，好，这3点咱讲一解。对主所生，照主形象，生团做做。好，我所生出来的囝，好，就是安怎？伊才会当叫我做老爸，伊才会当做我的囝儿。所以咱要做上帝囝儿，咱爱对上帝来生。咱要对上帝来生呢？好，上帝讲是对圣神甲对水来洗礼，所以咱爱受圣神的洗礼，受主的洗礼。所以洗礼接受洗礼，就是咱做主的囝儿头一步。第2个，好，有其父必有什么？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好，所以咱的老囝会信老爸，查某囝嘛会信伊的老母共款。因为这是一个 image， 是一个形象。咱做一个上帝囝儿，咱爱信什么人？爱信咱的天父啊，爱信咱的上帝相款啊，爱有上帝的形象。安尼请问，咱爱安怎样set度，才会当有上帝的形象？咱爱安怎样亲他，才会当有上帝的模样？就是咱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所以教主的形象，就是咱爱接受装备，咱爱受装备、受教导，安尼咱的言行举止，才会当像耶稣，才会当有上帝的形象。第3就是爱生团做做。上帝伫创世纪创造男甲女，甚至照伊家己的形象，然后就享受福气互因，叫因伫即个地上安怎生团做做，爱管理全地。上帝伊的期待就是伊的囝儿安怎将即个性命继续伫即个世界传落去。要安怎将上帝的性命传落去，就是爱通过生团，就是通过人爱去做 outreach， 咱就爱去将即个福音甲人来分享。
所以要真做主的囝儿，头一点爱洗礼，要洗礼以前，你就是爱上这个 A1 的初信造就。你若要做亲像上帝囝儿，就爱受装备，装备就是爱有 A2，爱长大成熟，然后搁爱做服侍的训练，互咱的言行举止会当像耶稣。然后你若要生团做，你就爱真做一个 leader， 你就爱真做一个领袖，你就爱真做亲像尼希米、以斯拉，亲像所罗巴伯共款，会当带领这个群众，会当来起圣殿，教导上帝的话，甚至会当来起上帝的城墙，来互上帝名得到高举。所以，甲咱隔壁兄弟讲，咱拢是上帝囝儿。然后咱是主所生的，所以咱要知影，好，咱既然是上帝囝儿，毋是讲我就安尼就好，好，所以这老爸好就爱教导囡仔，好，这老母嘛爱教导查某囝，好，伊毋是家生出来，伊家己就会长大，你就爱装备伊，就要教导伊。请问你的查某，你会晓煮菜请举手，然后你的查某囝会晓煮菜请举手。哦，好，对遮足侪人妈妈会晓煮菜好，但是你有教你的囝煮菜无？你有教你的囝安怎买菜无？好，这爱家教免教。哎呀，无啥会家教。伊的头家会教伊煮菜，除非伊去开餐厅，除非伊去读即个餐饮科啊。好，总是咱也无去装备伊，好，伊连一个基本的洗衫、煮菜、好拼厝。嘛拢无教，嘛拢袂晓，伊敢知影趁钱、开钱、趁钱、开钱，吼，啥物拢叫用钱来处理。但是咱若要装备伫教会嘛是安尼，吼，咱着爱吼，像咱今日的司礼，吼，是一位执事啊，吼，伊有装备无？吼，伊讲吼，吼，咱吼爱嘛爱甲伊抱声鼓励一下吼。伊讲伊强要拢背起来啊！吼，已经读甲拢要烂起安尼吼，强要背起来。但是这嘛是一种的装备，吼，为着要伫上帝圣殿内面来服侍，然后搁爱生团做。第二，咱要起造吼主囝儿的城墙。第二，咱嘛爱去建构主话语的官兵。上帝话是非常的要紧。罗马书第10章第9节，好，请咱做伙来读。就是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，用心信上帝，互伊对死人中起来，就会得到救。上帝话是带有气力的，但是毋是每一个人用上帝话就能当带出气力，因为你要用上帝话，就要先有上帝互咱的权柄。先知是 prophet， 但是这 prophet 因所讲出来的话，当变做 prophecy。prophecy 是就是上帝话讲出来就会成就会发生，亲像耶稣，亲像旧约的先知，因传达上帝所要做的代志，传讲上帝所要讲的事，确实会来发生。这个权柄不是因出世就有，是因为伊将上帝话提起来读。提起来研究，提起来实行，提起来教导，提起来做灵修，提起来做笔记，甚至记伫因的头壳底，将伊成做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尼希米伊讲的话会当有权柄，甚至咱来看尼希米，好，今日开始咱读尼希米第1章，尼希米会当伫王的面前，甚至平常时，好，尼希米拢是真快乐伫王的面前在服侍。但是王迄天看到尼希米即个忧头甲面，面悠悠，伊颠倒王就来关心伊。尼希米毋是逐工拢伫王的面前咧忧头甲面啊，伊是做王的酒政，就是王要食的物件，要啉的酒，伊拢爱先试过，然后伊就爱一个表情啊，王啊，今日即个实在菜足好诶。好，王啊，即个酒今日是足好啉的。好，王就看伊的表情，就知影，好，即个物件好食无好食。但是伊若是逐工忧头甲面，王看到伊敢食无？好，就知影迄天有代志。但是尼希米伊当伫王的面前有即种的表现，表示讲上帝互伊的即个表现，真正是照上帝话。
但是伊真正忧头革面，是伊听到伊的故乡，听到伊的兄弟所带进来消息，就是耶路撒冷圣殿虽望起好啊，强要100年啊，已经转去要100年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圣殿的城墙破坏哩哩落落，至到这的救赎，爱入来就入来，要掠人就掠人，要破坏就破坏，所以真正心烦恼。所以这个王嘛，甲伊斗关心啦。尼希米伊会当受到上帝话的教示，咱嘛同款爱学习，用主的话来起造这个官兵的城墙。要安怎互这个官兵，互咱所读的圣经，用伫咱的祈祷的内面。尼希米靠祈祷，伊要做任何代志，王问讲：你安怎样？你有啥物心思？伊讲：我先伫心内底祈祷一下。要安怎甲王来讲？伊就点点啊祈祷。咱要安怎通过祈祷？互咱咧祈祷对内底咧找答案，上帝话就进入咱的心坎内面，互咱知影咱安怎去应答。我相信罗马书第10章，遮所讲的3项的代志，互咱会当来记的。真简单，就是用嘴来宣认，用心相信，要得到救。咱做讲一个，用嘴宣认，用心相信，要得到救。只要你若是用嘴来认耶稣基督是主，这个就会当得到这个主的圣经的权柄啊。权柄，这个英语 authority， 好，这个英语是对倒一个字来呢？就是对作者 author 这个字来。你当有权柄，你就亲像这个作者的同款。圣经的作者是啥物人？上帝。你若要读圣经，要对圣经得到上帝的权柄，你就爱信任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。所读的每一句话，就爱用心去相信，这是千真万确，是主所要对我讲、对咱讲的话。然后你该用心来相信，这个相信不是靠咱家己，信心是通过信心来。咱若要信上帝的话，你若真正的相信，是因为信心伫咱内面来做工。咱若是无这个信心伫咱内面，咱的信心就会软弱。昨有听到一个青年在分享，伊要去准备考老师，结果呢，伊在准备的过程中间，虽然伊真认真来准备，但是最后放出来阵无考掉，伊就感觉安怎？感觉天乌一片啊，甚至佫感觉上帝无听我，甚至佫感觉伊是毋是叫上帝来气杀啊？这个信心，检测有的时阵，咱会因为环境，因为经济，因为身体的健康，因为咱家己的婚姻，咱就感觉上帝今日天气足好诶，上帝足爱我。明仔载落雨，安尼上帝无爱我。有的人的信心就是安尼，对天气365天，春夏秋冬变来变去。但是你若是有信心，踮伫你的内底。不管是落雨天，不管是风台天，不管是出日头，还是黑暗暝，上帝对咱的听永远无改变。阿门。因为信心伫咱的内面，互咱对上帝有把握，有绝对的信心。咱袂因为环境，袂因为咱无趁到钱，这个黑色星期五，透早就要走去 Costco， 就去要排队要买物件。结果去排队走去买，佫买无，哇！感觉天黑暗暝，感觉人生无往望去，毋免因为环境来改变上帝对咱的听，就要得到救。所以咱的人生所经历这的新约，是因为上帝的话要应验伫咱的心中。上帝的话是有权柄的，咱爱用嘴来安怎宣认，佫爱用心来安怎相信。最后，咱就会人生就要安怎？要得到救。最后，咱看到尼希米，伊所起起来的城墙，互咱知影讲咱是上帝囝儿，佫互咱知影咱有上帝话语，会当互咱有权柄，互咱会当亲像先知，亲像摩西，
互咱伫任何的环境的中间，信心保惠师会将上帝的话带到咱的心内底。所以咱只要拄着代志，目睭闭起，手合起来祈祷，你的心就平安，你的内面就上帝的话带入来。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 What is the next？ 后一步过来要做啥物？最后尼希米所要起的城墙，是建造主带领的性命。尼希米伊最后要起造的城墙，是要来起造一个主的大官人，互主的性命会当得到彰显的一个城墙。咱来看《列王记》上卷的第5章第30。等所罗门王将圣殿起好了后，伊准备这的材料，然后隔壁一个王，就是推罗王就是太逆。推罗王呢，西兰，伊就写批甲伊讲，伊讲即句话讲，你知影我的老爸大毕，因为4位4方的交战，袂话因为耶和华伊的上帝名起殿。原来所罗门看了真清楚，为什么大卫要起造一个圣殿？为什么大卫要建造圣殿？你若去看这个撒母耳记甲列王记的时阵，你通看到当大卫做王了后，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即马住伫遮尔舒适的王宫的内面，但是上帝你住伫什么所在？会幕内面，住伫宝瓶内面，安尼我感觉足歹势。上帝啊，我想要来为你起一间厝，一间甲皇宫同款的厝，要甲伊叫做圣殿。结果上帝讲好啊，无好，唔好，唔好。为什么？上帝讲我无需要人甲我起厝，我是自由拥有，我是天地的上帝，无一个人会当起任何的厝，会当互我来住。虽然上帝讲唔免，但是上帝看到大卫的心意，伊看到大卫迄个听上帝的心，要起圣殿，互上帝徛起的心，所以讲上帝要甲伊立约，而这个约叫做大卫之约。大卫之约，上帝要甲伊立约，就是对大卫所出世的这个后代，拢要坐伫这个王的位的顶悬，包括耶稣也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。这个应允代表什么？这个应允代表对大卫开始，所有要为上帝起的圣殿也好，要为上帝起的教会也好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亲像大卫之约同款哦，亲像大卫之约同款。这礼拜我和这个唐教会吴牧师、南崁教会蔡牧师，因为阮做伙做这个8一区的同工，所以阮就家己伫遮年终的聚餐。总是阮伫遮咧食饭的中间，听到蔡牧师在讲伊20年前的这个服侍的故事，互我真感动。迄阵伊也是传道对台北的大安教会。然后呢，传道结束，伊就要去受聘请，去大德教会大直长老教会。这个大德教会，是伫这个巷仔的内面，相连教会去开拓的教会，但是已经开拓19年啊，开拓19年，会友人犹原是少少的，因为这个教会伫安怎？是伫一个巷仔内的公寓，伫巷仔内的公寓，所以虽然是相连母会是相连教会，但是19年来，只有20-30个会友啊，而且因的奉献真敬业，那是少少的。但是这个蔡牧师呢，伊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就咧感动，讲咱的教会啊，袂使只有永远伫个巷仔内，安尼无人知影咱伫教会伫即个所在。咱的教会就爱伫安怎？爱伫迄个大路边啊，就要在这个北安路上啊，伫迄个北安路上啊，要去内湖也好，去台地也好，安尼大家当经过。所以就一摆一个机会，拄好太平洋建设，迄个董事长张启明，嘛是基督徒，因拄好迄一块地，就起一个大楼。然后迄个大楼伊知影讲哇，伊起这个大楼啊，阁是基督徒所起的。伊就想要去买，结果去问起来，
要买迄个所在，买迄个店面买起来偌济呢？拢总爱6000几万啦。因看因家己的奉献偌济呢，只有100-200万啦。所以因要安怎去总这个钱呢？伊就开始讲超2点钟啦。我无要讲遮长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日咱若去台北教会，因真正就是伫北安路上迄个店面，甚至因买遮，搁买楼顶，买楼顶搁买隔壁，买隔壁搁买楼骹，变过一个么字形。这个么字形中一根无买起来，就是一个一贯道的神坛，去互教会空起来安尼，去互教会空起来。我要举这个例，就是讲，咱为着教会，在认真拍拼，有的人奉献金钱，有的人奉献才能，但是咱咧起造的是为着上帝的名所起的圣殿，阿门。咱要起造一个信上帝带领圣名的声唱，咱就爱会记得几项。头一项，咱所起起来圣殿，毋是要为着人的名。伫创世纪的第11章，遐有一群人，伊惊讲伊的名以后会去互人放袂记得，所以因讲伊要来起一座塔，即个塔的塔要烫到天顶去，免得人袂记得因。结果因为成功也是失败，而且是完全的失败。这个塔检采有起起来，这个塔检采起到拄天遐尔啊悬，但是遮个人无半个名，无半个名，去记伫圣经的内面。你去安怎变，拢变无，因为这毋是上帝的心意。咱要起造的是要来互人认捌主的名。起造圣殿是要互人认捌主的名。列王记上卷第8章4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愿你伫天里，你徛起的所在来听音，照外邦人一切所对你求的来行，互天的万百姓拢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亲像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样，搁互因知。我所起这间殿是要用你的名来称的。伫这个所在，所罗门王继承伊的老爸的愿，就是上帝甲大卫所下的这个约，就是伊所起起来圣殿上界主要的功能，是要互天的万百姓拢认捌上帝的名。伊所起起来圣殿爱整理甲舒适好势，然后爱起造起来，爱整齐，就是互人来到这个圣殿，是咱来敬畏上帝，亲像这以色列百姓敬畏上帝共款。甚至佫起起来这个圣殿，是要互人知影，这个圣殿内面所住的这个主，就是创造天地上帝主。所以圣殿的起造是要互人认捌主的名，所以咱要起造教会是爱互人知影主的名。教人教会伫中华路这个所在，是要互经过中华路的人知影讲，这个教会的主毋是某咪牧师，毋是某咪长老，毋是某咪奉献真济遮的好大好野人，是要互人知影，这个教会的主就是上帝。甚至就是咱的救主基督。第三，咱要起造是要教会是要来赢过主的对敌。咱讲一解，起造教会是要赢过主的对敌，起造教会是要赢过主的对敌。同款列王记上卷第8章，拄则咱读43节，后壁这2节，所罗门甲上帝安尼祈祷讲，咱嘛做伙来读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倒位去，甲求求真正，耶和华所选择的城，甲我为你殿祈祷，求你伫天顶听因的祈祷，互因得胜。是的，我袂记得这是和本啊。为什么我爱看和本？因为伊有看到这个得胜这个字哦。伫和合本，伊的翻译中间，最后讲起造圣殿是要出去甲人求求来征战。起造圣殿就是互咱当向这个殿来祈祷。
去造圣殿，就是要互上帝子民会当来得胜。所以去造圣殿，是互咱会当伫真正的中间，会当来赢过遮主一切的对敌。所以咱要去造教会无？爱去造教会，因为当咱起来去造，咱就会当来赢过遮对敌啦。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对彼得讲：“我阁甲你讲，你就是彼得。伫即个石盘顶，上帝讲，耶稣讲，我要去造啥物？我的教会。伫即个石盘顶是要去造是主的教会，耶稣的教会。甚至个教会是连死亡。”因父的关爱也袂赢以后，就是连这个死亡嘛袂当赢过这个教会。当咱若是将咱就亲像一个灯塔共款，咱这个灯塔若是起伫这个石盘顶，当你拄到这个大风大雨，甲你吹来，甲你扫过来，拼伫咱的身躯顶，你感觉这个灯塔会去互吹去无？会倒落去无？袂，因为你的信心真坚固，信心伫你的内面充满，互你深知，不管外口的大风大雨是啥物，但是上帝对我的疼，永远拢袂改变。咱的教会嘛是亲像安尼，就是爱起坐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，互耶稣基督成做教会的主。不管教会拄着啥物款的大风大雨，但是教会拢会当伫迄个所在坚固无动摇。主的罗卜是要起造主的圣殿，主的对敌是要破坏主的圣殿，所以主的罗卜是用起造教会来赢过破坏教会主的对敌。好像在绕口令哦，但是我希望你会当真清楚明白了解。今仔日你若无起来起造，安尼你坐在遐。敢你嘛无破坏，但是你就是咧制造教会的负担。亲像伫厝内底共款，你若无到摒厝内底，你就是咧制造摒厝内的人的负担。你若是真正要出来到听即个厝，当然有的人的负担无共款，有的人是外口趁钱，转来休困；有的人是无出去趁钱，但是伫厝内底做工。伫教会嘛是安尼，有钱安怎？有力，没钱呢？没钱就要祷告啊！上帝啊，求你赏赐我钱财。没力呢？祷告啊！上帝啊，互我有气力。好，所以伫教会中间，因为咱是有这个起造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，所以咱就要先找到耶稣基督是咱的石盘。你若无钱会当奉献，你就要勇敢甲上帝讨。勇敢甲上帝祈祷，因为牧师讲咱来起造教会，总是我无钱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亲，使我用，使我欠钱安怎？较早还啦，毋是免还啦。互我欠钱啦，较早还，而且还加倍还互人安尼，互我当趁大钱，紧还互了安尼。你爱先找着耶稣基督做石盘，然后伫即个石盘顶爱来起造。主的教会，互主的教会，搁爱起即个城墙，为城墙来引根主的性命。即个城墙非常的重要。咱的迦南教会敢有城墙？无，我们是一个无墙的教会，对不？但是呢，咱还是有门啊，嘛是外口的墙啊。即个城墙毋是只有目睭看会到的，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生做即个形。这个形大概就是尼希米迄个时代用几工所起起来，52工，无到2个月，伊52工钓真侪人，所以这个尼希米伊的头脑非常的好，伊就用52工无停困，亲像台积电共款，他有早班、午班、晚班、大夜班，照班在轮的，甚至呢，因在做工的时阵，伊是一手拿工具，一手拿什么兵器，摕军器，因为有人随时对后壁甲因放箭，随时有可能有人摕刀啊伫后壁咧甲因抬啊。但是因犹原伫52工的内面，真紧就来完成。
为什么伊要来完成这个围墙呢？这个围墙就是要互外口的人会当来看见上帝的名。所以这个墙就是亲像咱的衫同款，人要衣装，佛要，耶稣要圣洁的装饰，好，爱圣洁的灯塔。所以这个围墙就是亲像一个圣洁的灯塔，互外口的人会当认捌上帝的名，互咱听到教会，就讲恁教会恁的这个上帝，甲别的上帝神明无同款。这就是一个墙，这个墙是要来荣耀主的名。这是尼希米第3批转来，但是呢，伫这个城墙的内面是啥物？是要有上帝话带伫这内底。这就是以斯拉他所做的，爱互带伫这内底的人拢安怎？照上帝的话来行，爱认捌上帝的话，爱用上帝的话，成做因的言行举止的准则。然后伫这个百姓的中间，因上界要紧的，就是这个圣殿。这个圣殿伫这内面，就代表伊会当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伊会毋免通过大祭司，毋免通过这祭物，只要通过耶稣基督，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因知影因是上帝的囝儿。所以这3项都一个上重要，拢重要。但是你有围墙内底无圣殿有效无？内底空有录音无？你有上帝的话，但是你毋知上帝的话要用伫什么所在。你无认捌上帝，你会晓读圣经，但是你毋知你是上帝的囝儿。安尼读圣经有啥物款的作用？有啥物款的帮助？上界重要的就是上内底你甲上帝的关系。过来就是你安怎样回应上帝的话。你的老爸在讲的话，你的老母在讲的话，你会去听无？你会信道无？你会遵守无？过来第3，你伫外口是安怎表现出来？你是一个基督徒呢？当尼希米对遮的求仇，甲因讲：天地的上帝，伊要互阮兴起，我要起来做伊的奴仆，我要起来起造。尼希米真清楚知影，圣殿已经好啊，上帝的话嘛已经在传啊，但是即马上帝的名又愿互人看轻，是因为阮伫即个所在生活，无一个城墙，无一个围墙，所以人拢甲阮踢笑，拢甲阮看轻。但是尼希米伊为着上帝的名，伊在做甲所罗门、甲大卫同款的代志，就是要互上帝的名来得到高举。但是遮个无参与，本来遮人拢外国人，本来嘛有机会甲因做伙参与的。但是最后因无参与的，变做因伫上帝国度内面无分无权无名利。你要伫上帝国度内面是有分有权，阁有名利，还是要无分无权无名利？当然嘛爱有分啊，爱有权啊，爱有名利啊。这个分就是你知影，我是上帝囝儿，我是上帝查某囝。这个权就是你知影上帝话会安怎样，互我当伫我心内底提出来祈祷。这个名字就是你知影，你伫主所做一切的工拢袂空空啊！咱的人生爱起造伫耶稣基督即块石盘的顶悬，你爱成做主的囝儿，你爱学习主的话语，你爱用你的性命来荣耀主的名，通过主的大气力。大能力，互人拢通认捌。即礼拜，如果咱也有参与小组的分享，你当分享伫你心目中间，你认为上界理想教会拿道是生做什么款的？第2项，你嘛当来分享伫尼希米伊伫起造这工程过程的中间，你感觉上界辛苦、上界困难的所在是甚么？咱的祈祷。会当像尼希米安尼来祈祷讲，求主，互咱会当所起造的教会，会当来荣光主的名。这个教会，当外口的人
因心所看，目睭内所看，生做什么款的形，是什么人的责任？牧师的责任、小会的责任、中职的责任，还是教会会友的责任？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你若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，这个教会名声伫外口是会听、会探听，还是袂探听的，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所以，这个迦南教会伫桃园市，咱若讲到迦南教会，哦，我知，就是迄个足出名的教会。啊，是安怎样出名？是歹名声，还是好名声？是谁的责任？大家的责任咯。吼，即礼拜牧师去南门市场去加头章，吼，加头章，吼，加头章的时阵呢，吼，看到南门市吼，真正吼啊，即个吼头前的拢拆掉，吼，在顶起。但是咱的教会会当通过即边的火烧。咱会当甲南门市场最好的厝边，也是最拢无关系的厝边。你感觉教会爱做什么款的厝边？爱要安怎最好的厝边？去买菜啊，去关心啊，好去买衫，好，你可以去现场买的就去现场买，不要上网买啊。去甲因交关啊，甲因支持啊。甚至你若敢讲，即个头家过甲足困难的，你甲讲好，阮的教会有参加即个1919的急难救助，好，头家你若真正有困难，你当来教会，好来阮的教会来申请啊。咱的教会当做因的好厝边无？会啊，你安尼做，好，虽讲你毋免奉献，你嘛毋是咧做工，但是通过咱安尼的关心，就是咧起造主的圣殿，是毋是？就是要互主的名来得到高举啊！同款的，住伫你的厝边，检测毋是拄着火烧，互检测伊失业无头路，互检测又拄着啥物款的困难，你当甲伊关怀，甲伊引带，甲伊关心，为祈祷，安尼嘛是伫荣耀主的名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也求信心，互咱会当将信仰起在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。今日是大讲节的头一个主日。咱伫即个主日中间，咱除了点即个灯，咱除了唱遮的歌，咱除了伫遮的默想，咱嘛要安怎样来实行？要安怎将即个耶稣基督要带互世间人的愿望，会当通过咱生活中间，甲人来分享，信耶稣是有愿望的，毋但互咱家己做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过一个无愿望的日子，感觉天黑暗面啊！感觉即个天吼强要无，即个世界强要扬起共款，毋是颠倒人来带来耶稣基督的愿望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大降节，耶稣基督毋是只有降生，伊是要阁降临，伊要阁一届来到即个地上，伊要阁一届来到伫即个世界。等耶稣来时阵，是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主啊，阁一摆提醒阮，信神啊，阁一摆来教导阮，互阮的心受警戒，互阮的心也通警醒伫主的面前，因为阮爱备办好势，阮就爱起来，阮就爱来起造主的教会。主啊，互主你的教会伫即个城市，伫即个地区，伫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所在。拢会当受起造来荣耀主你的名，愿上帝帮助阮。虽望阮的气力有限，阮的奉献有限，阮的经济有限，但是当上帝你伫阮的内面，阮就要将信心起伫石盘顶。不管外口的大风甲大影，阮拢会当因为耶稣来高举主你的圣尊名。特别阮也为着伫阮身躯边四周围。这欠缺人来祈祷，也愿上帝你甲因同在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182首，我信全能上帝，请起立唱全首。我信全能上帝，永远做我。
人心同情，尊贵应干无地。这是咱来奉献，请坐。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起立。全能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阿罗你的圣尊名。在今仔日大降节的第一个主日，你带领阮众兄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，阮满心的欢喜，阿罗你的名。这是阮奉献阮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做主的圣工所用，求你欢喜感觉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请苏清长老来报告。大家平安。这是来报告2026年迦南州手册，包含灵修笔记开始有定项，就是我手中摕这教会公报社出版的，内面有咱迦南教会的行事历，一本200块，请兄姐伫1楼登记。第二，小会报告，下主日12月初7，伫第1场台语礼拜中举行中级就任，区长、小组长伫明年的1月初4就任。本来中执会报告，下主日召开第423次中执会，请各单位伫拜三进前提出报告资料。财务报告，今年年度得要结束，关校日期是12月21主日，请会友注意各种奉献方式，截止日期，才会当开2025年度的奉献证明。刷卡画拨金流转销来配是12月21截止，现金银行转销是年底截止。总务报告，本会爱餐简单提供予出席礼拜的会友一个人1份，每份20块，用完为止。请毋通早予无来礼拜的人，多谢兄弟配合甲遵守。事务部报告，拜三10点半。上台讲座主题，修问，
讲话趣味，是伫智慧内底结出正的果子。讲师是江丽老师，欢迎参加。健康关怀组连边10点半，伫教会1楼举办社区医疗咨询，欢迎参加。拜三开始双年大学伫教会1楼举办司法展览，欢迎兄弟参观签名鼓励支持。外展部报告，外展部要伫12月20拜六举行嘉南教会2025年圣诞晚会，欢迎各小组牧区兴趣班踊跃报名表演的节目，名额有限，先报先审。节目若有够就截止，请牧宣总干事交报名表。下页晚会伫暗时6点半到8点半，6点开始入场，有精彩表演甲摸彩，是趣味佮温馨的圣诞。好，2026年福音艺日已经到。本会职在的会员也是小组的组员，每一户会当领1份，若要搁爱是1份100块。过来是，新安国读经吼，请小组长统计明年第1季的新安国读经的数目。本主日登记到本主日截止。牧养部报告。这是手画石头义卖吼，是俄罗小组李桂美姊妹手画石头，伫教会1楼义卖，欢迎兄弟踊跃支持。那已经卖出的会搭红点，好，义卖所得要全部归予教会牧养基金甲牧养事工所用。好，教界消息，平安7月关怀协会，12月初六。拜六下晡3点，伫新屋的国王演艺厅举行请伫桃仔园2025年平安岁末感恩音乐会，欢迎兄弟免费提票参加。新竹中会妇女部拜六伫新竹长老教会举行年会以及70周年感恩礼拜，已经报名的兄弟请透早7点15伫教会1楼集合出发以上。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，台语来。我应因讲，天顶的上帝为互阮成功，阮是伊的仆人，要起来中见。伫你耶路撒冷无分无权，无人为甲你纪念。尼希米记2章20节。我应因讲，天顶的上帝为互阮成功。阮是伊的仆人，要起来中见。伫恁耶路撒冷无分无权，无人会甲恁纪念。尼希米记2章20节。请咱做伙来上迎信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因是山请陈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，信心的感动甲帮赞，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，互恁做伙起来去做教会，互恁伫上帝国内有份有权，也当得到上帝纪念，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请坐，别倒。